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2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蔡英文总统就职的演讲，表示会注重产业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安全，还有民主侵华4方面的工作。有14个民间团体今日联合签名指出，赶紧制定新宪法，才有法度脱出一个中国的束缚。经济部王美花处长讲，6月就会公布振兴抵用权详细办法，7月正式起行。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内底，特别摆出玉荷包的奶子，代表讲有真侪粒零，就是咱台湾到今已经连续13天，拢无个新增加武汉肺炎的患者。但是中指挥官嘛讲，这个休困日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会刷过去垦丁举办。到鼓舞国内的观光甲游览，咱等下来听陈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仍然没有新增的病例，那累计402人解除隔离，今天是连续13天都是没有病例，那连续第38天没有本土的病例。来看到前面玉荷包那就代表会有很多零那我们有觉得就是说肯定应该是都很好玩，所以我们就从最南端也示范一下，我们这个旅游是可以开始来做，那也可以代表说肯定是很值得去的地方。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再去宣誓就职，这回典礼有较简单化，就职的演讲嘛头一摆改过来台北宾馆举办。蔡总统大声就感谢国民对国家有信心，过来也讲会注重产业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安全，还有民主侵华4方面的工作。兼顾电脑资讯产业、甲医疗、航空科技，还有绿色能源、民生物资，各项6项产业的大方向，和国家的发展尽量并进前。总统赐词，于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总统蔡英文连任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要甲副手赖清德做伙开始第2任期。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示宣誓人赖清德。赖清德就位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府内新的人事正式确定，前副总统陈建仁、李炳秋甲因太太会手离开。这届受到疫情的影响，总统就职演说头一届改去台北宾馆。欢迎总统，欢迎赖副总统。总统蔡英文伫咧就职演说提出所来国家发展的4大面向，有产业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甲民主侵华。不过头期先要先感谢全国的人民伫咧防疫顶悬的成功表现。我要谢谢每一个在防疫初期在药房门口排队的台湾人民，谢谢你们的耐心。以及谢谢你们对政府的信任。从1月到现在，台湾连续2次让国际社会惊艳。第一次是我们的民主选举，第2次则是我们防疫的成绩。蔡总统表示，会提早部署，和台湾无同款。头高就是注重经济产业的发展，未来面对全球经济激烈变动，会维持稳定中求成长，变局当中把握先机的政策理念，继续落实精简基础建设。在产业发展方面，我们更要抓住时机，在5+2的产业创新的既有基础上，打造6大核心战略产业，让台湾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6大核心战略产业包括继续强化自信甲数位相关的产业发展，结合5G 时代数位转型，嘛要创造甲全世界直接的生物甲医疗科技产业，强烈推动军民技术整合，嘛要进一步来拼航空甲太空产业，加速发展热能甲再生能源，搁要建构会当确保关键物资供应的民生甲建备产业，甲重点放伫咧卖去外靠别人，掌握国家生存的发展先机。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就职的演讲有提起讲，立法院已经要设修宪委员会，和现前的体制和台湾的社会夹了愈麻。尤其18岁公民权这条案特别要优先推动，还有8月要成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这正正就是监察院转型的起步。和中国的往来，蔡总统依然强调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4项大原则。我要再次重申，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这8个字。展开第2个任期的总统蔡英文，面对未来4党的两岸活动，以重新胜算式的态度，坚持8个的基本原则，目标是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嘛愿意甲对岸展开对话。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1国2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的现状，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我们也会持续遵循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这是我们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一贯立场。蔡英文认为，两岸关系当时历史的大方向改变的时阵，双方拢有责任，伊嘛趁这个机会向对方发话。在变局之中，我会坚持原则，并秉持解决问题的开放态度，负起责任。我也期盼对岸的领导人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毋但是科技和平，后一个4党蔡英文要继续改革、优化政府的体制。伊讲到，立法院虽要成立修宪委员会，立法院即将成立修宪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攸关政府制度以及人民权利的各项宪政体制改革议题，能够被充分对话，形成共识。借由这个民主的过程，宪政体制将更能够与时俱进，契合台湾社会的价值。而朝野都有共识的18岁公民权，更应该优先来推动。蔡英文指出，司改搁伫转型期，伫未来要推动国民法官制度，嘛会重新盘点行政院组织改造工程，搁讲到监察院的转型。检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将在今年8月挂牌成立，它将是台湾落实人权立国理念的里程碑，也是监察院转型的起点。对柯建议，蔡英文会请9位就任的新团队提出完整的改革方案，来培育现代政府所需要的治理人才。伫未来4党，蔡英文会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面对愈来愈侪挑战。记者郭灿刘国良台北报道。针对蔡英文总统演讲内底所提起未来和中国的往来，中国这边对台湾工作办公室的发言人马晓光也出面回答讲，这当阵两岸形势复杂，不过因是会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因阁讲绝对袂容允任何一款分裂国家的作为。所以咱们来甲所有观众朋友继续报告讲，由台湾公民阵线所提头，计共有14个民间团体也趁今日联合徛名指出，过去政府修改宪法的效果无同好，具体宪法甚至甲台湾认定做自由地区。踮伫咧这个时机，只有是赶紧制定一部新宪法，才有法度清楚定出国家主权，也通脱出一个中国的束缚。台湾新宪再造共和。总统蔡英文5日的就职典礼宣布，立法院成立修宪委员会，让宪法的制度会当对时代进步，符合台湾的价值。14个公民团体嘛呼吁政府应该要制定新宪法，为我们所签的卖身契把它丢弃。我们需要的不是修宪，而是制宪。罗强仲表示，旧的宪法甲台湾矮化做自由的地区，国家的定位无明确。新宪声明发起人之一林佳豪嘛强调，要透过制定宪法，才会当清楚界定国家的主权。宪法的出发点就是主权国家，不是主权国家没有宪法可言。那我们目前宪法秩序所描述的国家性、国家自我认知、国家疆域都出了问题。林佳豪认为讲，政府应过伫咧修宪法，并无较大的作为，加上目前修宪法的条件真悬，改革无简单。因为安尼提出各种的方案，希望推动新宪法的制定。公民团体认为讲，亚百合运动启动民主的转型，迄当阵对制定宪法的时间点是慢一卡步，嘛表示到呾经过6届的宪改，拢充满妥协。即马搁一届提出制定宪法的诉求，希望会当改变国家的定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总统宣誓就职，美国的外交部领袖有史以来头一摆发表声明贺喜。国务卿麦蓬佩奥讲，蔡总统领导台湾的民主，鼓励全世界，美国和咱的关系定着会愈来愈进展。啊，阁有主管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嘛讲，因为台湾量早提醒病情咧探，世界是欠咱一点情。啊，若国内6都的县市长是敢若韩国瑜无来出席典礼。
总统蔡英文第二任的就职典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头一届发声明，恭贺蔡总统的第二任期，对蔡英文带领台湾民主的勇气的愿望，鼓舞区域甲世界是表示肯定。国务卿表示，在蔡总统的领导之下，台美关系必将持续欣欣向荣。伫咧就职典礼顶悬，美国白宫几个官员嘛感谢台湾伫咧全球对抗新冠肺炎对世界的医疗贡献。白宫副国安顾问是点名爱监督世界卫生组织，爱甲挽救人的性命，放伫咧任何政治的考虑顶悬。Also been true amidst the corona pandemic. The world owes Taiwan a debt for ringing the alarm. You stepped up to help so many others in nee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advocate for Taiwan's voice to be hear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把挽救人的生命置于任何政治考量之上。另外，日本众议员、英国众议院下议院的副议长，也有台湾友邦的国家海地共和国、诺鲁共和国等等几啊国的元首，拢用影片来表示祝贺。からお祝いの言葉に変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Son Excellence Madame Tsai Ing-wen. We assure you that we continue to stand with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stand up for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咱国内的地方首长、台中市长罗秀燕、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北市长郭文哲嘛拢有出席，不过拢真美秋。我难得穿西装的。可是你没有打领带哎。我还没拿出来。市长，等一下想对总统说什么？原本无讲敢要参加的侯友宜，后来强调国家团结，最后确定会参加。六都的首长当中，敢若有面临着防罢免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无参加就职典礼。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我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今日咱来做味菜，来做一个甲政府有牵连的味菜，你讲看好无？是啦，英过戒严时代，国情做囡仔。就伫迄党外运动演讲场，大家听人演讲，啊，人迄见摆若做即两个味菜，大家扑甲声拢拍甲呢，欢头喜面咧咧叫。头一条咱来要讲纳税金，纳税金3字尔哦，互你要一个公务机关。来，所有观众朋友，咱来动一下头壳。较早戒严的时阵，国情细汉咧听人演讲，咧反对极权政府所讲的纳税金要互你要一个公家机关啦。咱小来甲想一下，原来纳税金就是市政府啦。所以毋知影讲市政府即个市，甲央市迄个市拄啊共音。所以纳税金落去市政府，毋过迄当阵的政府，毋是咱家己咧做主人。但即摆无共咯，你甲听蔡英文总统连任的演讲内底头一句，伊就讲感谢去到药房门骹口排咧遮的国民，因为恁对国家有信心。今日咱是国家的主人呢，进步的社会，国情啊，毋是讲政府咧做啥，咱就甲拥护，毋是。政府若做了有较欠点的所在，咱就要勇敢，咱就要大声出来举、出来争取。啊，那安尼环境才会愈来愈进展，因为咱是国家的主人，做了好，你用选票甲肯定、甲拍扑啊；若做了较歹，你原来就要甲罢免。这就是现代社会，毋则讲较早即句纳税金互人要讲对呢，市政府。咱因为政府即马毋是伫咧管理百姓，是伫咧服务百姓，所以咱真正着爱照起工纳税金，互政府有法度运用，有法度芳了会顺时，有法度讲照顾国民每一方面种种福利，着爱做互伊会集成，愈来社会民众才会愈拥护。啊，过来国情啊，你毋是讲有2条味菜，对，即2条牵连做伙。头一条讲纳税金，或者市政府、央市的市，甲市内的市拄啊共音。啊，那呢一条，互你要讲走税金，走税金要安怎样要？原来要一个公务机关啦，国情啊，今日出席的题目听起来敢像有较咸呢？毋是，这较早党外时代极权的环境人想出来。纳税金或者市政府，啊那走税金呢？要什么公务机关？国情先讲一字来讲彰化县这个县。这个县民间的腔口拢总3种，有人讲彰化县，有人讲彰化县，有人讲彰化县，有哦所有观众朋友，国情啊讲到这，你就讲有影，3种腔口拢捌听人讲对。啊，若讲彰化县的县这种腔口，走税金就是要讲县政府啦。所以毋知影讲县政府的县拄啊，甲我甲你县，我甲你主动，我甲你为难，迄个县拄啊共音。所以走税金当然就是县的政府。啊，国情头拄仔讲，
若讲政府做了有较无十全的所在，咱嘛着要出来举、出来争取呢。有史以来，台湾头一个女性的总统蔡英文今日连任宣誓，不过这回新上任的内阁却干两个女性的政务官，民间团体当着讲，实在这是大退步。行政院性别平等委员会所聘请的柯秀文委员，伊也开声批评讲，这袂输是甲过去30档的妇女运动献一个大大的脆皮。4年前，妇女团体来到民进党党部楼下抗议女性内阁成员比例只有1成，实在伤过低。迄时阵还未正式就任的蔡总统回应会检讨，结果4年后连任，女性内阁成员比例搁较低。行政院性别平等委员会民间委员连署指出，台湾女性立委占41.59%，女性县市长有要32%，结果女性内阁成员竟然只有2.63%，敢讲是执政者找无女性政治人才吗？所有的民间委员其实都是感到非常的惊讶，并且失望，对，并且认为这简直就像是打了过去30年的性别平等运动一个巴掌，认为说没有合适的女性人才来任用，我们是不能够相信的，不能够说服人的。妇女心知基金会更加整理大概内阁性别比例，指出女性上悬比例是伫国民党的陈冲时代有23.4%，上加出现伫30年前李焕做行政院长只有5%，但这届所内阁搁较低，根本是史上上难的内阁。对袂到行政院性平会通过提升公部门决策参与，任何性别袂当比1/3的目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过的啦，好像政府在告诉大家一个讯息，就是说，从政可能还是都是以男性为主，就是有能力的人刚好都会是男性这样子，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说，女性可能还是就是只适合比较基层的工作。第一个女总统所带来史上上低女性内阁成员比例，政院性平会民间委员指出，这已经违反联合国40年前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比起加拿大2015年有50%的女性成员，芬兰2019年有超过60%，台湾的内阁性别比例绝对是全球现代进步国家当中吊车尾的。记者林俊文、曾志成台北报道。今日早起，总统就职典礼四边抗议的团体嘛袂少，有的伫中正纪念堂咧发声，有的踮立法院这边咧车拼。望讲个人的主张，执政当局拢着爱听入耳。台北市警察局嘛安排600几名警员维持治安，甚至阁特别传一组人随时应变，一切就是要确保就职典礼过程会当顺时进行。伫咧现场跳即马上时期的观察舞，抗议团体经伫咧总统蔡英文5日后宣誓就职即天，伫咧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集合，靠势蔡总统举办登基大典，抗议主题拢伫咧下列争议。毋过因为无申请集会游行，所以警方到现场举牌要求解散。为着避免民众闹代志，嘛有安排设置刚离开的小组。去互警方围调的民众是真不满，请社工要散步去台北宾馆表达诉求。我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在我的教室里面，我跟学生跟我讲说啊，老师啊，我们要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博士文凭，我们到上淘宝网你要不要老师要不要我帮你买一张啊？我说对了，你们根本就不要去读书了。抗议团体要求蔡总统第2任期落实司法改革，还有转型正义。另外，第3势力政党联盟是举旗一路行去立法院，表达真侪项诉求，包括要求蔡总统唔通去登记接民进党的党主席，应该把重点放伫咧经济层面，抢救台湾。你既然是一个总统，就应该是要全民的总统，而不是只是民进党的总统、绿营的总统。请蔡总统为了台商及台湾人民，要跟大陆好好的互动交流协商，最好是民共和谈，举办民共论坛。针对前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可能来接任监察院长，抗议团体是无认同，批评陈菊无资格。若是两岸关系的部分，是发声蔡总统甲中国举办会谈，确保100万的台商的权利。面对外界真侪质疑的声音，蔡总统第2任期也是有真侪挑战，必须要克服。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来讲，今年度的世界卫生大会已经落幕，会中194个国家一致通过欧洲联盟的提案，要全面性去调查国际间针对这回传染症应变的过程，包含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现好歹。这回真侪国拢有替咱台湾出声，咱的邦交国8号的卫生部长甚至讲甲目眶红。
感谢讲，咱是对因头一个伸出援手的国家。 Taiwan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lend Palau a helping hand, followed by many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present at this assembly. Taiwan and many of our allies knew that our country was vulnerable, so they made tremendous sacrifices to give Palau all the equipment, supplies, and training that it needed. 讲到台湾有斗3天，帛琉卫生部长忍袂住，目屎怎忍落来？世界卫生大会 （WHO） 伫咧日内瓦时间5月19进入第2天的议程，友邦是替台湾赞声。帛琉的代表伫咧发言的时阵就讲到，台湾和其他国家同款，拢伫咧替全世界公共卫生伫咧拍拼，也协助保护其他的人的健康。结果煞无法度入场，摕到门票。帛琉是搁一届呼吁 WHO 爱邀请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O。 不过，中国也是阻挡台湾，批评这个呼吁根本是政治操作。不过，美国是随搁在表态支持台湾参加 WHO。但是，仍然有少数国家执意为台湾当局说项，严重违反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相关决议。We join countless oth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o today have called on the WHO to extend an invitation to Taiwan to the WHO. 中国说落来又搁再反叫，讲美国继续伫咧插这项议题，互人无法度接受。美国甲中国怎歹面相看？同一天 ，WHO 194个成员国也通过后边法案，要求调查国际伫咧因应疫情这部分的危机处理，包括 WHO 的行动进行独立而且全面性的调查。There is no objection, and the resolution is therefore adopted. I will initiate such an evaluation at the earliest appropriate moment. We welcome any initiative to strengthen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nd to strengthen WHO.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对这项提案表示欢迎，佮讲 WHO 愿意学习，也愿意检讨。不过对美国总统川普呛讲要退出 WHO， 并无做出任何回应。那川普的举动是毋是有法度得到支持，也佮唔知影。法国总统马克宏伫咧当地时间18就表示会加赞助 WHO。专家也指出，尽管美国真正退出 WHO， 但都是甲全球卫生这个重要的舞台双手让予中国。美国的国会是袂同意互川普安尼。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美国这边上届新的研究指出，讲染着武汉肺炎煞无症头的患者，可能会甲病毒挖出去生活的环境中间。英国的研究是发觉，同情患者有60%，精神方面的无清楚，情绪的激动。咱国内医师嘛提醒讲，无症头的患者有影袂少，咱也是得要接洗手、挂喙罨，这站上要紧。国内武汉肺炎疫情稳定，全台湾确诊人数维持伫咧442，其中有22人是无症状感染者。美国上新的研究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带有病毒，因为研究人员伫咧2位确诊而且无症状的中国留学生，隔离检疫的旅馆内面的门手、床单这款接触的表面，采检22个样本，拢有新冠病毒阳性反应。我们从监视的结果就是，它第一个礼拜的病毒量跟有症状人病毒量差不多一样多。那第一个礼拜的病毒一定是活病毒的，所以它随着它打喷嚏啦、他讲话啦，这些病毒还是会被喷出来，排出体外，污染它的环境。另外，英国上新的研究也发现，82位重症患者内面有超过60%会出现意识混乱、情绪激动的谵妄症。在几多年前所发生的 SARS、MERS 等重症患者，也有这种案例。对此，国内医生推测，真有可能是冠状病毒顺着肺流到脑内面，造成脑细胞受到损害影响。第一个原因是这个病毒直接影响到脑细胞，去感染到脑细胞。第二个呢，这个病毒造成这个脑的血管本身受到阻塞或血管发炎造成的。黄立明强调，国内轻症加无症状患者差不多占70%，所以民众一定要做到接洗手、挂水罨，避免去人多公共场所，也会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才能降低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内酒店舞厅当时会当搁再开业，市政府当时已经推出要入去行大的人客路名登记的 APP。目前若业者来申请，经过公共安全的检查拢无问题，就会同意开放。今日市府就安排要检查一寡已经有上架的业者的安全设施咯。副业申请送件的
有41间。那我们陆续在今天开始会排相关的公安检查，今天下午也会在中山分局做第一次实名制 APP 的训练课程。身份证跟居留证可以直接扫条码，然后不是身份证跟居留证的。 另外，我们希望他们手动输入，然后再照相，也是直接上传云端，不会留存在执行者的手机里面。黄珊珊副市长讲，予人客路名 APP 资料恐惊的漏摄者的问题已经排解好势。伊也望讲，酒店舞厅的业者，无论敢是已经通过公共安全的检查，拢都要先派人来上课，学习操作迄个 APP。 另外，因为职业棒球的比赛已经开放甲2000个观众，台北市政府讲，下礼拜也会说明室外袂当超过500人会集的限制，敢有安那有要开放？病情伫咧拖，渐渐平静，当时才要开始推动经济，搁再振作咧。经济部王美花处长早起伫咧立法院就表示讲，按算要分予民众运用的振兴抵用券，也会有用网络去的电子版。 嘛会当领纸票，随租特客，应付民众的利便。按算新的6月时就会公布详细的办法，7月正式起行。国内武汉肺炎疫情长好，到底政府什么时阵要进入振兴的阶段？这振兴券又搁要安怎发，引发外界关注。透早经济部处长王美花伫咧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相关的细节也有实施的时间，拍算6月会公布。因为也涉及到跨部会，所以就由院里面这边统一来确定最后的细节跟行程。像现在暑假是7月15嘛所以院那个有提到说我们7月来实施。 王美花表示，为着刺激消费，也该考量要安怎避免替代性的消费，所以振兴券会向互民众更较利便、更较好使用，而且有效刺激消费3个大关节来规划。若真正捌想讲要用电子支付的方式来设计振兴券，引发外界批评。王美花表示，即阵纸本也有电子支付这2项拢有在规划。电子支付有没有风险？ 好，当然是有风险，否则就不会被害了嘛。好，所以呢，本席一再的认为，你振兴经济不要兼顾电子支付，况且你的电子支付存在高风险。市长您怎么看？这个未来这个部分我们确实会在收集大家的意见，不同的消费族群做一些不同的设计。 王美花强调，振兴券要有带动消费的效果，才有路用，所以行政院会统一来规划。即阵当伫咧规划振兴抵用券，会和国内旅游做伙结合，亲像伫咧桂梅这部分，每一个房间会有800块的抵用券，适用的范围包括商圈、夜市业、餐饮业、艺文产业，每一项拢会使有200块抵用的扣打，而且无分县市，全台湾拢会使使用。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公视台台新闻专题要招观众朋友来看台湾的汇率，一年当外销的价值有68亿，其中1/3拢是挖靠日本市场。近来9成销日本的文心兰这款花，拍卖价小刷落真济，花农感慨的心声，唔知要对啥人说。加在5月12日，农委会已经有安排农业包机往日本去，真望就是望台湾的汇率继续保持小国际，等待时机重新搁再起飞。 有史以来第一次，整个台湾花卉包仓空运到日本的这个记者会。展板顶悬文心蝴蝶结兰花包装甲正舒适，总共20栋，一件一件散入去培灵机的机舱内底。花农总算等到，逐礼拜拢有固定的航班甲床位。自5月12日开始，头一班飞往日本，就是要抢日本疫情转好、紧急事态渐渐解禁的商机。咱嘛无法度去拍算讲后壁的成本有法度赚倒转来无，但是就是爱行，你无行就无机会。台湾花的外销一年产值有68亿，其中1/3是要靠日本的市场。疫情影响，各国的花需求量降低，加上4月初日本宣布紧急事态，文心兰出花的拍卖价跳水式的崩盘。来看看老板娘来买花哦！大量外销的花回流到台湾的市场，加上国内大型的展览、婚丧喜庆节活动嘛拢冻点，规条花的产业链拢甲扩大汉落安，目屎甘咧过日。敢若3成的时间会当拍卖，7成
拢爱倒落。台北花市的交易交易金额，大概从减少到3500万到大概是4000万之间，其实冲击上算是蛮大的了。来外销市场拢受到冲击，农委会协调华航逐礼拜固定航班，佮补贴运费来奖励外销，真正是花农的希望。即摆我嘛是后尾这礼拜嘛想要销啊，无你国内价格即摆像你也看啦，150-60块啦，所以摕到手的剩一箱剩无100块啦。有花通出，无代表讲有钱通赚，就要等到伫日本的拍卖市场来定生死。现阶段政府除了便有算带头来买花，鼓励民众来消费以外，农委会嘛增加贷款的份额，希望亨利的花蕊会当度过这边的冬天，继续伫世界的每一个角色开台湾上水的花。记者尤以真张玉水台北台中报道。武汉肺炎大大损害经济，世界一个国家航空公司停业甲裁员的是真多。互人用手机叫车做伙坐 Uber 公司，月初就已经遣散3700名的辛劳，这礼拜搁再宣布要搁加裁员3000人。经济分析师搭讲，含千份人坐公车，真侪人即阵是唔敢，无怪 Uber 就要赶紧使员工降低经营的成本。Uber 总公司伫书面声明中指出，除了上新一波裁员3000人，全球的营业据点的办公室嘛有45个要关门，显示武汉肺炎的疫情对这种做伙坐车辆的经营模式冲击是真严重。We estimate 30% of consumers won't get in a ride-sharing vehicle, at least until there's a vaccine found. So when you look at Uber, they're cutting costs significantly. It's a new world for them. 为着要省成本 ，Uber 去年9月才成立的人工智慧实验性能力的机构嘛要缩小规模。就算转投资的 Uber Eats 餐点外送服务，嘛因为各国的居家隔离政策，过去几个月以来比去年同期加54%的业务量。但是公司的高层指出，这边加赚的同款无够去弥补核心业务的损失。当然 ，Uber 的亏损嘛是无法度比拟航空业。上新一间传出歹消息的是泰国航空，就算暂时无经受破产保护的路，嘛互泰国政府要求必须要提出重新计划。事实上，伫疫情来进前，泰航就因为东南亚续加航空时行，经营出现困境。2019年全年的亏损超过新台币112亿，过6000外万。原本今年向上大股东泰国政府要求新台币546亿的纾困贷款，但是政府方面并无同意。泰航被迫提出重整计划，英国的属价航空易捷是去受到骇客的攻击，有900万笔的客户资料流出去，其中2208人的信用卡资料嘛去互骇客摕到，其他受害者是电子批箱的地址，甲一个飞机旅游的行程资料流出去。事发了后，除了英国政府介入调查，易捷航空嘛分别联络受影响的客户，提醒因来做好防范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劳工无头路的委屈，行政院这边早起由中华电信所投资新浪国际公司的劳工来伫咧抗议，因为各地方中华电信的服务所本地泄露新浪国际卖手机的柜台有诶要撤掉，这敢会造成上无400名的劳工无头路。工会理事长一日提出质问，说着去互公司死讨价。早起这劳工就要求行政院讲新浪公司的董事长爱换掉。谁闹违法解雇？陈正国理事长立即复职。中华电信转投资的新浪国际发生劳资纠纷，新浪国际企业工会理事长陈正国伫5月初去访视透露，伫真济工会声援之下，趁520总统就职连任这天来行政院外口တင်情。当他入股完了以后，其实基本上并没有改善所有的劳工的的生活条件。甚至超时加班的问题，神脑在中华电信的柜位的这些人员人数已经开始离职的这种状况。工会伫2017年成立，2018年中华电信爆出499乱，中华电信转投资的新浪国际嘛出现有店员操劳分歧的情形，499乱引发过劳的疑虑，但政府迄当阵捌陪同劳检。若是今年，新浪国际阁传出变相减薪，会有400个人对中华电信撤柜，工会嘛阁再质疑公司，敢会出现大量失业的问题。结果伫劳资协商的前10天，
但政府就去红市透露，工会这期新岛国际董事长赖景林打压工会，所以诉求行政院长苏贞昌改换掉。那赖静玲是谁？他曾经担任我们民进党立法委员，好，也曾经担任劳委会的副主委。那这样子的一个人来担任神脑董事长的任内，有做出种种打压劳工、打压工会的做法。我们的苏院长，请问，好，对于你说这个政治酬庸应该要换掉，你的说法，好，是不是会履行？这个没这么一回事啊，这个是。中华电信表示，无铁规个案算，新岛国际是伫进程表示，但政局做一个维修工程师，虽发生过作业的疏失，无胜任这个职务，但政局表示，一切交予劳动不当裁决委员来审理，到时阵嘛向委员提出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士林地检署查出一个今年50岁姓林的男性，对2016年开始就假扮做律师，来因刑事民事的案件，到当有超过240个委任的民众受伤害。律师工会当就提醒讲，咱若咧和律师直接的时，一定就要提高警觉，查明对方敢确实有洁白，才袂受瞒骗。一个50岁姓林的男性，涉嫌为2016年开始，伫咧台北市内湖区假做律师，接刑事民事的案件，欺骗243个委托人。士林地检署18敲出伊住的所在，扣留相关的证物，传姓林的男性到案说明，精神了后以10万块交保候传。比律师一般的行情打6折的方式来抢业务，帮客户写状纸，然后呢提供一些法律的咨询，甚至呢陪同这些客户到法院，但是呢他不进入开庭。检方表示，姓林的男性捌伫咧桃园登记律师事务所做业务，离职了后，家己投印事务所的名士，假做律师接案件，涉嫌违反律师法、诈欺、甲伪造文书等等的罪。违法赚的钱至少有220万。律师工会呼吁民众若甲律师直接的时阵，都要确认伊敢有及格证照，避免哄骗去。法务部的系统现在建制的很完整，一般民众要查到那个人是不是在法务部登记有案的律师，这是一定是查得到，因为每个律师一定有一张律师证书，律师证书在法务部上面一定是查得到的。律师工会表示，民众会当去法务部的网站查询，嘛会当甲在地律师工会探问，有牌的律师会受到律师伦理甲律师法的规范，伫咧办业务抑阁有接案件的时阵，是袂当一支嘴胡绿黑白讲，而且黑白开介绍。另外嘛提醒民众，若是委托案件的时阵，保证诉讼一定拍会赢的，都要较细致，爱有警觉。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国地头的消息。去年11月，新竹市内一间咧甲人顾婴的托婴中心，内底2个人员，甲一个才9个月的幼婴起骹动手，短短8天就发生20几摆，造成迄个红婴脑部出血。新竹地检署已经以伤害罪将犯案的人提起公诉，佮建议法官要加重刑罚。市府的社会事下令这间托婴中心停办半冬，佮有罚金60万。大门关暗，一边的游乐器材也无人使用。这间在新竹市内托育中心，在去年11月传出内底2名托育人员对家只有9个月大的查某囡仔施暴20多届，导致了查某囡仔脑出血，紧急送病院。新竹地检署依照伤害罪嫌，甲2名托育人员起诉，另外搁请法官加重处罚。认为被告2人涉嫌刑法第277条第1项的伤害罪嫌，即故意对未满12岁的儿童犯伤害罪，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112条第1项的规定，建请法官加重其刑至1/2。市府社会处在代志发生的期间，启动相关的机制调查。另外，依照规定，动发中心以及托育人员新台票60万块以外，除了命令托育中心停办半年，另外还要求2名托育人员袂使去做相关的行业。托育人员确实有对孩子有不当的对待之后，我们其实就请托婴中心，要求托婴中心这边必须要让2位托育人员是解聘解雇的，所以他们不得再从事照顾孩子的工作。目前，这间托育中心已经在去年12月命令停业，在今年6月底进前拢袂使去开业。社会处也无定期派人前往检查。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我来看下东部这边，北方集团伫咧花莲县内找所在，按算要点几个县市起市价场，地方的抗议是袂少。虽然昨县政府已经有宣布考虑要渐案办理。啊，毋过早起，红林镇者共款有几百名的民众行上街路游行，要求县府直接撤销市价场许可的执照。
民众牵布条大字写讲捍卫枫林，拒绝北方，发出反对饲鸡仔场的主张。自救会成员表示讲，北方公司按算要设点防风弹的鸡仔场，真接近水源地，恐惊会污染着环境。这个问题，业者说明了拢无十全。北方集团这边是声明讲，已经有接到县府考虑暂安的通知，不过开发案一切拢合法，因会和花莲的乡亲尽量搁再谈合，嘛会经较适合的时机，甲社会大众说明详细。镜头继续刷落南，来讲进前清明休假迄站，垦丁区疫情指挥中心列出人数较侪，民众都爱警戒的风景地区，游览的人有影嘛落袂少。但是中指挥官讲，难免会亲身带医护人员去垦丁行行看看咧。在遮的观光业者嘛拢讲真期待。不过专门咧走垦丁线的中南客运实在袂堪得搁塌落去，讲5月底就要停止营业了。往返高雄垦丁的中南客运，确定要伫5月31号停止营业。业者讲，最近几年垦丁的游客人数变少，佮加上疫情的关系，每一个月营运爱了200多万，无法度搁营业。从107年开始，垦丁端的那个人流确实是慢慢的锐减，慢慢的减下来了。那在这次的疫情确实是有大幅的下降，而且就是除了我们以外，应该其他的3家共管业者应该都有一样的状况了。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好又是被法院强制执行了，所以再者就是账户被冻结，现金流会周转的问题啊。中南客运主要是经营高雄到垦丁的路线，是至今联营客运之一。过去嘛发生过欠薪水，最近营运状况一直无变好，资产拢被查封，特别拍卖。公司已经协助员工转到其他的客运公司，若无接受就自遣。司机跑到屏东客运、国光客运，还有高雄客运3家。往回垦丁的客运受到疫情的冲击停业，垦丁嘛因为清明连假的国家级警报，到即马观光人数拢真少。疫情指挥中心决定行到室外，这礼拜六到垦丁发动防疫新生活，让业者非常期待。因为有解禁了之后，人家敢进来啊；没有解禁，人家也不敢进来啊。开放了啊，晓啊！你唔好讲，遮讲动的有诶，动的嘛用入来遮人客无有当时要入来，讲遮疫情咧，人就无爱入来啦。南港一暝垦丁行程，但是中除了会到垦丁大街卖到全国上南边的中照中心视察，要趁机会呼吁大家，只要做好防疫，地当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李小吴交关高雄屏东综合报道。搁来关心咱的环境问题，来讲云林县内20个乡镇市，其中就18乡镇粪扫已经蹲过头。目前县内8万几栋粪扫，一半已经有先包规地起来。6月时，县府会搁再招标找厂商来处理剩的4万栋。总是环保局这边嘛承认讲，是得要赶紧找所在，设一搭综合废弃物处理中心，这才是久长的头路。去年7月份，云林岛内爆发粪扫危机，因为囤积的粪扫济，快递无外运分收，影响邻近的民众生活品质。经过去年底进行粪扫打包暂存7000栋，才有等暂时解除粪扫危机。我们打包的垃圾预估是可以存放2到3年，所以这个是要看转出的状况啊。转运的方面是应该由环保局去主导。那如果他们可以出，我们会尽量朝这个方向。打包的垃圾还是一样要送焚化炉去。根据云林县环保局统计，目前云林县20个乡镇市有18个乡镇市存在粪扫危机。目前全县暂存的粪扫量大约8万多栋，已经有4万多栋打包暂存。预估6月份搁发包剩的4万栋的打包计划，嘛正咧规划找适合地点，设置综合废弃物的处理中心。但是未来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处理的自主的一个处理能力。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目前会先做前线的一个规划，最主要就是我们在用地取得上要赶快来做进行了哈。当然这也是我们规划的一个部分啦，但是在行政程序上可能会相当的冗长，但是我们也会列入考虑。环保局表示，云林县每天产出310栋的粪扫，但委外分销每天该当外运110栋，佮扣掉卫生掩埋100栋。每天持续囤积100栋的粪扫量，但打包计划只会当指标无法度治本，才会延年找适合地点，设置综合废弃物处理中心，希望提升粪扫处理的自主能力。记者为你报道。同款来看中部的消息，来讲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野生动物急救站，近来处理一桩蛇鹰中毒的急救案件。所发觉讲，人送来这只蛇鹰规身躯周围，
工作人员一个探问，才知影原来是民众惊伊死去，竟然甲强管药酒。加在经过治疗，这只蛇鹰已经有较复原了。关于笼仔内底的蛇雕，一看到有人挖紧，马上拍开伊的喙来提防。兽医讲，蛇雕安尼的动作，就表示伊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不过进前这只蛇雕被送来急救的时阵，却已经要死去，而且规身躯也拢周围。它误食了中毒的松鼠，那还有灌食它的九骨藤药酒。那我们兽医师检查的时候，一开它的嘴，就发现它的嘴巴有很重的药酒味，然后也一直流出白色透明的液体。野生动物急救站表示，头一届拄到蛇雕拢是周围的状况，问甲送来的热心民众，才知影原来是烦恼蛇雕挡袂过送医的过程，才会摕处理的解毒药酒灌予蛇雕啉，加再经过急救，目前蛇雕已经慢慢复原。强灌的话，如果它一紧张的话，然后到气管的话，可能就会引起吸入性肺炎，然后这样就对动物不太好，就严重的话可能会死亡。那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快就是送到各地的救援单位。兽医呼吁，若是民众发现野生动物落倒，会记得千万唔好家己饲物件，也是药啊，嘛莫留咧家己处理，爱赶紧通知救伤的单位处理，也是送到相关的机构来进行救治。要若无错误处置，可能让野生动物的状况更加恶化。记者南投综合报道。换来看宜兰的消息，雪山磅空通车了后，有人咧烦恼讲，来宜兰佚佗的人真一个多。传统的文化会消失，有一类人就开始找找宜兰的历史文化，将因吸收到的知识，经过产品和导览的行程，和民众尽力宣传。因嘛望讲，用传统的基础结合创新的手艺，把宜兰味传去到全台湾。桑葚松树的时候，生几个就用几粒票。这开车甲无开车是大孙，头生3车，孙5车，查某囝无开车。就是讲，阮这8个伙伴，阮家己给根基甲文化物件先收集好，然后做好，以后这7、8个伙伴各自去发散，变种子的发散，然后落去大家知讲，咱宜兰的好，甲宜兰的特色所在。这群人来自各行各业，因想要用老宜兰的文化甲气味，甲宜兰的食食杀出去，所以因组成宜兰时光团队。咱这群人拢是有心吼，想要提升咱宜兰料理的地位嘛吼，大家做伙吼合作起来。因开始伫宜兰世界行踏，找找宜兰才有的老风俗，设计伫咧文史行踏行程内中，互来的人通感受到上正港的宜兰风情。阮会真拍拼，想要互人客知影讲，这个意义伫倒位，毋是讲你一个面一个饭食了就无代志啊，爱想办法互我甲我的员工，会使互这个故事，甲阮家己感受到的感动去传达互人客。有宜兰味做顶地，甲中西料理的方式甲做伙并变出创意，互老宜兰的气味用全新的面貌展现伫台湾的食食舞台。全面呢，大家一起透过这个伙伴，我们去加深这个文化的厚度的时候，咱开发出来的商业模式、旅游的导览，它会更丰富，所以它不会是一个点一个点安尼尔，咱同好是讲，咱规个宜兰的特色怎样去把它挖掘出来。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有家己的特色甲个性。伫宜兰有一群少年家伫拍拼，一步一脚印，用因的脚趾豆豆啊画出属于宜兰食食的风景画。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婚林西的福田宫的信众用国行，请新尊倒转去到家己破主业祖。这自日治时代大正15年就开始举办，当时所使用的马祖鸾桥、罗冠牌、报马旗，还有新名衫。到当拢保存伫咧庙内，庙方近来甲即寡文物展览出来，就是望要互信众了解早期福田宫宗教的历史。安带咱遮信众要破主较早进香的时阵啊，因的头旗就是用写。诸位详细了解已经超过100年历史的婚林西的福田宫，当去家己破主祖庙甲做进香，这个挂会活动自日本时代大正15年就开始，迄时阵也留下真侪珍贵的文物。神力的部分属于卵生的妈祖所穿的，然后神帽呢是紫帽加石片，这个目前大概找不到师傅来做，而且它的雕工，绣工也不一样，因为绣工那时候它都浮雕绣。演过后社口马穿的新衣和地的新帽，
不管是在职也是工，即阵拢已经无地找。不只个因为庙方用心的保存，后来庙里参拜的信众，也是会使透过即寡古文物，见证早期的历史，了解特别的故事。伊的材质是乌心石，咱台湾的乌心石，佮加上伊是八人宫的大桥，所以讲本身就较大顶。朱伟表示，早期的妈祖銮桥是用特殊的雕刻工法来做。外观看起来有2层，不过因为十八个柴伤重，即马已经无得使用。另外，伫3月底急做进香，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改做简单办理，也以实名制严格控管参与的人员，希望保护信众的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嘉义过来看台南，台南的官田国校去年底争取的经费，建设出一片150平的温室，伊内面有学生利用不同款的环境，试种新的农作物。学习安怎样来观察，未来嘛经过专家指导，慢慢培养出平地草莓的新品种，咱嘛做伙来看卖。学生做伙伫温室内底采收草莓，一粒一粒红搁大粒。这是台南官田国小校园的温室，学生看到家己种的水果生甲遐尼水，感觉真有成就感。可以体验农夫的感觉啊，还有种水果，收成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可能会有点辛苦，但是收成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果实很漂亮，就觉得辛苦都是值得的。那个休业式的时候，我们班就是有一起来种草莓，然后现在也快过几个月就要毕业，可是我们却可以采收到这些草莓，是真的很开心。学校请真侪的专家来教囡仔种菜、种水果，甚至是种官田的特产菱角。因为开放的空间加减有虫害问题，后来才起这间150平的温室，升级种植的场域。希望讲会当互囡仔学着讲以后要来育种，讲迄代唔足适应的。就是讲伊的口感啦，伊的迄个甜度，香味。对囡仔讲起来嘛是足大的帮助，本身嘛感觉真有成就啊，因为尤其囡仔做出来新的品种，你会感觉较欢喜。那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科学的一种实验的探索、探究，以及所谓科技的融入，是未来孩子所必须的一种相关的一种知识、技能或者所谓的素养。老师和学生利用无同的环境来试种甲观察，大家做伙伫官田国小温室内底研究，为要培育适合平地种植的草莓品种，不仅有初步的成果。学校表示，未来产量若是有够，会和社区斗阵来分享。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台南成功大学的校友会和家扶中心合作，举办你开册单我来买的活动。互遐个家庭环境有较安斗的囡仔，经过社工人员陪同去册店拣册。到即阵，成大校友会已经捐出1000多本册，帮助到100个学生囡仔咯。伊嘛望讲，或者囡仔伫咧求学的路途上较袂孤单。为成功大学校友会代表手中，甲一大沓册接落来，北台南家扶中心的囡仔兄囡仔姐心情真激动，因为这个册是因一直想要买来看的工具册，不过因为身躯边的资源有限，无法度通好买。成功大学校友会特别举办，互囡仔开册单，校友会买互你的活动，互囡仔有更较丰富的学习资源。对很多孩子来讲，能够针对他们真正的需求，然后把这样的需求能够真正用在学习的一个资源上，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发觉弱势的囡仔学习的资源较有限，所以成功大学的校友会特别用捐册回报社会的方式，针对100个家扶中心的囡仔拟定送册的计划，校友是拢到小听。即阵已经送出1085本的参考书，100伫咧台南新营区就有30个囡仔受惠。这次总共提供南北家扶100位学生，那我们今年当然是来试办看看整个流程把它跑一轮。我们接下来会跟南北家扶来讨论整个筹办的过程的一些，我们希望说未来还有机会能够教会更多的学生成大校友会也表示，因为这摆送册活动学生反应真好，所以来会伫咧校友会加宣传，邀请更较侪校友做伙捐册，希望未来逐学期拢会使举办，鼓励囡仔加阅读、开眼界，也透过这一册，互因温暖甲陪伴。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因为风面影响，各地头的天气也是无稳定。中南部有的地区会落阵雨，无就是雷公雨。自明仔载开始，因为西南风搁再加强，雨水会变甲愈猛，咱就要较注意咧。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嘛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
人台北新北桃竹苗25度到28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7度到30度。台南高雄屏东28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6度到29度。金门马祖澎湖22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的报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大家最近过了好无？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节气，就是热人的第2个节气——小满。小满汉字写作小满，罗马字写作思要小，无满满，小甲满。本条拢是第2条，小满嘛有人读做小满，也是小满，一般拢是伫新历的5月20到22迄附近。这个时阵，北部的稻啊已经小可巴掌，不过还未完全巴甜，所以咱讲小满季。望种穗，就是讲小满的时，稻啊开始做桂，田林开始会当看到一粒一粒的稻啊。到望种，稻啊就差不多到粉咯。啊，毋过若是伫南部，天气比北部搁较烧热，稻啊做桂的时间较早，咱就会讲清明桂各有穗。小满前后，高雄、旗山。味浓，遐个金蕉开始大出，金蕉的营养成分真悬，大家会当加食寡，对身体真好。甲小满的天气有关系俗语，阁有立夏小满、雨水小赶。小满的节气拄啊好是当咧落黄霜啊雨的时阵，雨一直落，落袂煞。厝人若要晾衫，惊会晾袂干。毋过对做事的人来讲，到夜的雨水对作物是真重要。阁有一句俗语讲：小满梅啊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意思就是这个时阵真适合种物件，因为有雨水压田，食物拢会生甲真好。例如小满，小满季望种穗，立夏小满，雨水小赶。小满梅啊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今仔日甲大家介绍小满这个节气的一寡知识，就先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请收看咱的节目。